来看中英海运的2个前员工涉嫌假载职员工到港，今年1月利用港口安全检查的空棚，对泰国走私上千万的毒品。高雄的桥头地检署今仔是以毒品罪起诉这3个人。中英海运嘛表示讲，这涉案的员工拢已经离职了，因暂时无要回应。这个查甫人想要骑U bike逃走，警方给压制伫咧涂骹。口袋。行经几条线头行动，掠到几条人到案。因拢不是中英海运的员工，涉嫌甲在职的员工交结，甲毒品走私转来台湾卖。具体逮捕该海运公司赖姓船员、蔡姓及刘姓离职员工等3人到案，一举瓦解该海运公司现职离职员工内神通外轨的运毒管道。被扣怀的毒品规大堆，有大麻花、大麻酚、大麻烟弹，重3.5公斤。若是落入去市面上，不法的迄利要甲1000万。检警调查发现，涉案的前员工伫泰国买到毒品了，交予现任的船员，藏伫咧随身的牌仔内面，就着港口安检的漏空，船员会当免检查，甲毒品再回国内来转卖。那这个案件经我们的调查了解，系属涉案船员的单一个人行为的事件。那目前了解，并无其他船员涉案或者是扩大的情形。中英海运说明讲，涉案的现任员工伫案发了已经主动离职，对案件暂时无做回应。历经安检的组织机关之一的关务署，伫法国进前是也无回应。不过涉嫌走私大麻入境，检方已经伫咧离世，依照毒品条例顶罪嫌起诉3个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